228连假将至，为富不仁 Vice 证人 Innocent Witness 法律女王 On the Basis of Sex 等3部新片将以人权、司法以及两性平等抢攻228连假档期。美国电影《为富不仁》入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男主角等8项大奖，讲述美国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迪克·钱尼 （Richard Bruce Dick Cheney） 如何从白宫幕僚逐渐爬上权力的顶峰，成为美国总统小布希的副手，以及其政策如何重塑美国并影响至今世界。蝙蝠侠克里斯汀·贝尔 （Christian Bale） 饰演钱尼，更为细增重到95公斤，重现钱尼在任时大胆不羁且充满争议的行径，也呈现钱尼后来为捍卫多元性别平权时展现的人道精神。韩国电影《证人》描述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纯稿被指派为一桩命案嫌疑犯义务辩护，本案唯一的证人是一名自闭症少女林志友。在调查过程中，杨纯稿对于司法的信念也受到挑战。曾主演2004年韩片《脑海中的橡皮擦》的韩星郑宇盛 （Young Woo-sung） 在《证人》中饰演暖男律师杨纯稿，与神同行月之使者金香气 Kim Hyang-gi 则饰演自闭症少女林志友。两人在调查过程中从陌生到破冰的感人友谊，在韩国带动口碑，单日票房更一度挤下大片，机不可失。而法律女王则改编现任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 （Ruth Bader Ginsburg） 生平，叙述她从年轻时在男性为主的律师界撑出一片天，并在职业生涯致力争取两性平权，终成为美国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法官。曾以《爱的万物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费莉丝蒂·琼斯 （Felicity Jones） 在本片中饰演这位传奇法官，与《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 提名金球奖最佳男配角的艾米·汉默 （Armie Hammer） 有精彩对手戏，而金斯伯格本尊更在片中客串演出。为富不仁、证人与法律女王都将在2月27日上映。中央社。